过来这份是美丽岛电子报针对着2024总统大选可能的人选，民众信任的指数上新的民调，结果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以71.9%摕到第一名，第二名是副总统赖清德58.7%。再去两个人同台参加着资深职友的传理长甲民政人员的表扬大会，两个人的互动将做媒体焦点。 联向记者比一个赞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伫市府的大门口迎接副总统赖清德。侯友宜甲手伸出来，赖清德嘛甲手伸出来，两个人拍招呼。然后赖清德阁甲手伸出来搭侯友宜的脚趾片，两个人同台引发关注。上台致辞时，侯友宜先行向讲台提麦句。跟总统、副总统近一点，来副总统。 这句话听起来敢若变作双关语，因为前一天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显示，2024可能的人选民众信任的指数，新北市长侯友宜71.9%是第一名，副总统赖清德58.7%是第二名。就这拄好过港，两个人拢参加资深职友村里长和民政人员的表扬大会。我嘛做过市长的。 台顶台卡两个人的互动拢是镜头的焦点。我要去好，我讲延迟怎么今天昨天才有最新的民调，两个人第一名哎。侯市长敢若讲歹势，就赶紧离开。大家要卷举袖子做事的时候，不必谈那么多的选举。不管现在是在哪一个职务，或者是哪一个党派，都应该如此，才有办法符合人民的期待。 毕竟离总统大选阁有4年，2024是毋是阁会使伫镜头前马子，阁毋知影，因为两个人拢是总统大选国民党和民进党的热门人选。